我先简单介绍讲吼，我是希望大家会使对一个角度去想，就是阮毋是咧做教学的活动，我们不是做教学活动，我们是做一个创作的活动。所以创作的成品是安尼，但是其实阮创作的物件是迄个过程，是迄个对话沟通的方式。所以其实表达是一种方式啦，你安怎去讲话，第一点就是你要讲啥，第二点你要安怎讲嘛。所以安怎讲其实是艺术家伫咧做的一件代志，就是毋是你要讲啥尔，是你安怎讲出来，会使互人无共款的接受的角度。所以阮嘛透过这个经验去体会讲，无共款伫咧社会中无共款角色身份，甲因的一个心身的状况来讲的话，因啥物款的方式是上适合因的。可能阮适合，但是阮家己去做过了后，就会发现讲，可能阮来去转换阮家己的一寡做法。我即摆就来小解讲，即个阮甲文林新来复会所的一个共创的一个作品吼。其实创作对我来讲，就是完整甲丰富家己的一种方式。所以，即个阮透过啥物款的主题，去甲阮这个成员做讨论呢，就是透过一项物件。即项物件可能是伫生活当中会随身载伫身躯头顶的，嘛有可能是放伫厝内，无咧使用，但是定定就是放伫迄足重要的位置。所以，阮就希望讲，透过这个物件，阮有法度去看到讲，这个阮的对象，伊为虾米这项物件对伊来讲遮重要？所以，阮的这个主题叫做物件自画像，自画像就是自画像啊，大家拢画过嘛。但是，阮拢是画家己的人啊，画家己的身躯啊，画家己的表情啊。但是，阮来画一项物件的时阵，有可能伫即项物件内面看到你家己的一寡感受无？所以你会看到讲这麻将啦，这条是个石头啦，目镜啦，骨斗啦。其实就是讲这物件伫生活当中有最重要一个故事。这就是伊嘛透过这个物件的故事去建立伊一个生命的经验。阮做的方式就是讲，阮先请因写一张批互伊的意见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文字，这个文字就是伊想要对伊的物件讲的话。写了了，阮才把阮的物件画起。第二部分，阮会请因录音，录音就是讲透过家己的声音去小解讲这物件，我想要对伊讲的话。第三项是阮做一个拿拍，拿拍就是蓝色，蓝色就是讲你会使看到讲伊的物件完整的迄个模样本底是生做啥款，就是透过这个过程，我会使去了解讲，原来第一部分就是阮每一个人咧想的物件是无共的。第二种是讲，透过这个过程，阮创作出一种表达的方式，是会使互无共款的对象去讲出伊家己心内话。这心内话无一定是讲真特殊，但是重点是伊讲出来迄个过程甲一个动作，对伊来讲，伊就已经做到一个最重要的创作啦。对我来讲出来就是一种创作。OK， 多谢大家。楚翔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QR code 啊？有，咱有 QR code，看嘛 QR code，恁会使扫入，就是拢短短大概1分钟啊30秒尔但是你会使听到伊本人的声音，阮就是会使对有一个进一步的连接啦，因为阮讲每一个人伊的表达除了视觉之外，亲像拄仔伊嘛讲到声音，嘛是对阮来讲是一种发声的方式，也是讲，阮拄仔伊嘛创作。发声就是一种表达，毋管伊的复杂的程度是安怎，也是伊的技巧是安怎，重点是阮有去甲迄个心意甲创出来啦。我感觉阮即个展览拢是来处理心意甲即个真诚的这个对话，对，我的感受是安尼。安尼就大家会使去食物件那真正，若是讲你的，若是讲你台语无啥，若是讲你拄仔听无啥我讲啥，你嘛会使来找我啦，我会使用华语甲你讲一摆对，